来看选举的消息，最近有袂少参选人拢有论文的问题。国民党嘉南市长参选人谢国良，伫政大硕士论文，嘛互媒体人张明友讲，伊走2个抄袭比对系统，伊受伤程度超过4成。至于讲伊到底是安怎毕业的？对着这个代志，谢国良回应讲，只要有注明出处，又是来源，都毋是抄袭。今仔伫面册公布伊的硕士论文比对的结果，敢若18%有受伤，讲会主动甲政大联系，自证清兵。那我也正在考虑，是不是透过我的脸书把我的论文干脆公开来。给大家看一看。论文的争议烧袂停，这八会即马烧到国民党嘉南市长参选人谢国良的尻川尾。另外媒体人张明友伫咧面册普文讲，经过2个系统比对，谢国良伫咧政大硕士论文烧伤度达到44%和47%。论文第一章差不多全文规段来引用别篇文章来导做伙，包含法务部新闻稿和各种基金会评论，引用和改写网络地址，佮加注文上尾造访时间点。无清楚伊是想要表达什么，这期谢国良到底是安怎出业的？我从来没说他抄袭，我只是依照抄袭系统的比对去做出来的结论。尤其我看到谢国良的整个论文里面有很大部分是简转繁那也引用了非常多所谓的网站资讯来做我整个论文的内容。论文最重要的就是在引用的时候要注明出处。有注明出处的话，就是合法引用。谢国良这边甲球踢动起，除了要和政大联络厘清真相，伊嘛提华艺公司的比对系统结果显示，伊的论文烧伤度是18%，剩的82%拢是家己写的。嘛讲注明的所在上重要，唔惊人讲。选战得要到，候选人拢交不起论文抄袭风波，即马就算抄了少，烧伤度悬，卖扣有心人士摕来留。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